原來生活好快樂，原來生活很精彩，學會忍耐，懂得怎樣愛，盼望你想得開，謹記生活的快樂，原來生活值得精彩，不需急在這一刻再沉默等待，原來生活根本過得好快樂，生活都可過得很快樂，記住原來生活好快樂。原來生活好快樂。程海欣、麥卓華。好啦，休息翻嚟咧，繼續今個早上嘅原來生活好快樂嚇，進入時尚醫學錦囊嘅環節啊！直播室入邊咧，當然有我嘅好拍檔喺度，時尚生科嘅創辦人何少麟 Alan 啊，你好啊 Alan， 早晨。Hello， 大家聽眾好，早晨早晨。今日呢一位咧，亦都係重量級嘅嘉賓啊嚇，佢咧係嚟自前香港醫院管理局嘅精神專科護士何慧玲博士啊。Hello， 何博士你好，早晨。大家好，早晨，早晨，何博士。早晨，早晨。何博士嚟到咧，當然要同我哋咧就係分享一啲咧真係同醫學相關嘅話題，點樣可以引用一啲天然又新嘅技術咧，係可以比以前提升個生活質素之餘咧，亦都令到咧相關嘅問題咧係得到一個我哋唔可以話好終極嘅解決，但係最少咧就係一個好快捷，亦都係令到大家咧係見到一個成效嘅一個方案。冇錯冇錯。Alan 可唔可以介紹下今日咧何博士會同我哋講解啲乜嘢 ？OK， 咁啊講翻何博士啦，咁啊我特別邀請何博士上嚟啦。咁因為佢喺都好多年啦，佢已經係喺頭先所講啦，係針對喺一個嘅情緒啦，個情緒健康啦，以至到嗰個壓力舒緩啦，甚至喺醫院我聽講。好多人一般啲人覺得又話哇情緒啊同有冇錢有冇關係？有關係，好多人會咁啦。我有錢咪唔會有情緒，情緒病嚟嘅。呢啲有錢冇錢就係有錢都要諗下點使啦。其實嗱，真心講，大家所有聽眾都知道，我個年代啦，亦都係我嘅偶像啦。我嘅當年啦，大家知道哥哥大把錢啦，大家知道啊，係唔使質疑啦，好似。但係佢都講一樣嘢，佢因為情緒壓力真係。而決定有嗰個方向，咁所以其實咧依樣都要正視。我同阿何博士傾開偈嘅時候咧，都講其實咁多年喺醫管局啦，見咁多一啲嘅 patient 啊，一啲嘅病人咧，都見到好多都係專業人士喎。原來頭先聽佢講咧，佢話自己醫生都會有壓力㗎，好大壓力都會有嚇。尤其好多專業人士，律師啦、醫生啦、工程師啦，甚至喺孕婦啦，係嘛？產前產後啦，學童啦、讀書，啲學生都有，所以其實今集嘅一個我哋呢個主題就好直接講嘅就係人人都會面對到嘅壓力，尤其係香港而家呢一個環境，所以我特別請何博士分享幾句。何博士你點睇呢件事，同埋亦都分享一下你接觸到嘅技術啦，好唔好啊？咁因為何博士亦都好有幸地真係同我係我哋拍檔啦，咁樣就了解到我哋呢啲技術，咁亦都咧係覺得非常之係啱你身邊嘅朋友，同埋極力推薦俾所有朋友噶。好，分享下，唔該。好啊好啊。咁咧我喺醫院咧做咗都好多年噶啦，咁就專科精神科啦。咁我眼見好多病人咧，其實佢入院啊，成日出來出去啊，入來入去，其實好無奈嘅。因為有啲情緒嘅問題啦、困擾啦，或者係佢受咗好多壓力啦，甚至乎佢本身有啲係長者啦，有啲智障嘅問題啦，咁亦都有啲係小朋友自閉症啦。ADHD 應該叫做過度活躍症過度活躍症，過度活躍症。咁其實佢哋都好無奈嘅，家長都屋企人啊都好影響到嘅。咁但係點樣咧？佢哋都要面對㗎啦，係咪？咁所以咧，我自己最近咧，我都接觸咗一個新嘅技術，我自己都用緊嘅，係啊，因為我點解會用咧？咁呢個技術咧係幫助到，我嘅睡眠質素啦。因為我有時瞓覺咧係睡眠得唔係咁 deep 嘅，即係唔係好深嘅，有時發夢嘅。咁發夢得嚟咧，有時都唔知。即係唔係咁理想咯？朝頭早瞓醒好似都仲係好攰。咁我接咗呢個技術之後咧，我就開始食啦。咁亦都咧，我好想
提醒各位啦，即係我自己都係咁啦，我都想自己去預防醫學啊，我想自己唔好步入到去，即係有啲好似將來即係年紀一日大噶嘛，係咪？呢個無可避免噶啦。咁我好想之前就保障自己係身體好，所以就用咗呢個技術。喂，何博士，我想問下先，呢個技術我哋玩得好開心，因為我同阿 Alan 而家就影住呢一個嘅新技術出嚟嘅製成品。喂，我想問下有咩特別先？相對於一般坊間，我哋成日話咧，即係精神科或者即係同壓力相關嘅食嘅咧，可能小則就係嗰啲血清素啊，大則嘅咧就係都同嗰啲醫藥相關，全部都係藥嚟嘅。咁而家我影住呢一個係咪藥嚟嘅咧？嚇？呢個絕對唔係啦。即係變咗係一個天然嘅產品係咪啊？天然嘅。冇任何類固醇啦，冇藥物嘅成分喺入邊，係100%佢嘅成分嘅，係啦，全天然嘅，係啦。咁呢個全天然嘅成分咧，都係對於我哋嘅精神健康喺嗰個科學上係有啲咩幫助咧？因為嗱，我見到呢度就寫住咧，就係極速舒緩情緒壓力嘅專利配方嚟嘅。呢個新技術既然佢又冇藥，但係聽落去好似比有藥更加神奇，可唔可以同我哋講解一下，何博士？佢唔係藥啦，佢係 food 嚟嘅。咁佢絕對天然啦，咁係有100% 嘅active ingredient 喺入邊嘅，所以咧我係每日食一粒就已經足夠。咁我又比較輕鬆啦，唔使話食好多藥啊咁樣樣。咁我本身都唔使食藥嘅，但係我想改善我個睡眠質素啦，開心啲啦，同埋會精靈啲。我發覺我食咗咧真係精靈啲，因為點解咧？我都好中意投資嘅。咁投資方面你知啦，呢樣又有，嗰樣又有，屋又有，股票又有，債券又有，基金又有，咁買乜嘢先？咁所以咧，我食咗，思維清晰，思維清晰。我覺得我用咗呢個技術之後咧，我會精靈咗，我會覺得，咦，呢隻幾好喎！即刻喂，科學上入 Alan， 你可唔可以講下呢個技術有啲咩咁特別？點解會令到何博士可以即係喺服用咗一段時間之後咧，會有呢一個咁神奇嘅效果嘅？OK，其實同大家講一講啦。咁其實就何博士或者我哋鏡頭面前頭先呢一個咧，咁呢一個亦都係講啦，香港人嘅驕傲啊！因為咧係香港科技大學嘅博士後科學家嘅團隊咧，係研究為首嘅5間大學一齊研究咗7年嘅成果。咁第一樣最唔容易嘅就係第一，頭先何博士都講啦，100%係保證全天然嘅。而就算連我哋香港衛生署都俾咗一個嘅我哋叫做通過咗咧，我係食品標籤，記住係食品啊！好多人咧唔識分就係話我保健品、我食品、藥物，其實記住呢3樣係唔同嘅嘢嚟㗎。我係食物。即係嚴格講都唔係叫保健品添。OK， 咁點解咧？因為安全先，因為裏邊其實主要咧用咗3個配方。OK，呢3個配方出邊街大家都喺一啲嘅地方都會揾到嘅一原材料嘅地方，例如食品材料啊，例如黑芝麻。OK， 例如第2嘅就係銀杏葉萃取。第3咧就係一個我哋叫做桂圓啊，或者俗稱叫麟眼肉嘅精華係啦。咁呢3樣嘢其實係主要嘅成分。第3樣嘢有啲人話就係我買一大扎翻屋企煲湯飲咪得咯，對完全唔得噶，因為呢種嘅做法咧係唔能夠攞到個活性。我正想拋書技術就係叫活性啦，就係講緊咧，我係透過一個一個台灣國立清華大學嘅一個嘅教授黎教授研究出嚟一個叫草藥芯片提取技術。呢種技術就係將呢3種頭先所講嘅食物、植物嘅物質，將佢最活性攞咗出嚟，最有效、最活性嘅配方係嘛？咁而呢個配方咧，冇錯，係多經過咗7年時間嘅研究。聽住啦，大家聽住咯，係極速喺3天之內，嗱，呢個係佢研究報告所顯示啊，3天之內能夠令到我哋嘅腦細胞嘅神經元重生。咁神經元重生有乜好處呢？頭先何博士所講啦，思維清晰，做嘢淡定，仲有唔會亂張，或者好亂張噶嘛。再加埋好緊要啊，能夠幫我哋情緒管理得非常好。尤其你發覺咧，聽眾你覺唔覺得有時可能突然間你老細吉你2句啊，或者火起啦，係火氣啦，同事即係咬你2咬嗰啲咧，另外講呢個人會猛整，可能會即刻反台。但係記住好特別，我自己都係，包括人都有情緒，啱啱先啊，琴日先發覺食咗之後咧唔容易發脾氣嘅喎。
好體諒人嘅。就有時咧見到譬如話或者個老細吉我啊嘛，我唔好吉佢噶，都會心諗自我安慰，得我今次忍你，即係嗰種啦。明我講咩？個人同個世界好美好。嗱，原因我就好快就講一講嘅就係，因為佢食咗之後，佢提升咗腦神經元嗰個嘅生長啦，仲加上提升呢個研究所得啊，喺1星期內可以增加我哋人嗰個腦垂體分泌多巴胺，係達到100% 提升喎。即係一個禮拜令你咩叫多巴胺啊？大家知唔知道聽眾？原來多巴胺就係當你人喺談緊戀愛嘅時候，原來你多巴胺係最旺盛嘅。所以淨係話真係啦，你戀愛嘅時候好 sweet 嘅，係嘛？唔知大家會唔會啦？仲有就係你嘅另一半做錯咩咧，都會好體諒佢，好諒解佢嘅。嗱，呢個就係多巴胺嘅優勢，再加上血清素，血清素能夠令到我哋咧嗰個生理時鐘正常。OK，啲人話我成日失眠啊。成日瞓唔到，因為壓力大啊，個腦不停浮現你公司嘅工作，聽日開會要講咩咧？但係你發覺食咗依個嘅技術之後咧，發覺真係完全係好易入睡嘅。坊間咧，其實咧好多時有啲唔同嘅技術，大家都聽到好似好神奇咁，但係其實技術背後咧，成日我哋都喺節目入邊講啊，你都要拆解科學嘅原理，睇下究竟呢個原理你聽唔聽得明，係唔係可靠，同埋中間呢會唔會有一啲嘅副作用或者效果。嗱，今次呢，我哋介紹呢個技術呢，頭先好明顯同大家拆解咗。如果你有進一步嘅查詢呢，可以打電話或者 WhatsApp 翻去96750089 96750089。時尚生科同埋咧 Alan 嘅團隊呢，都係好樂意咧為大家咧解答問題之餘呢，亦都會同大家進一步咧就係拆解翻咧佢哋呢個全新技術咧當中有啲咩奧秘，同埋你想問啲乜嘢，佢哋都會答到大家。呢個時間先休息一陣，轉頭翻嚟繼續今日嘅原來生活好快樂。記住原來生活好快樂。FM 99.7新城資訊台。原來生活好快樂。程海欣、麥卓華。記住原來生活好快樂。我哋休息翻嚟咧，繼續今日早上原來生活好快樂，繼續咧時尚醫學錦囊。哇！大家都可以當劇集咁追，因為咧好多技術背後啊，聽落去好神奇，但係大家聽完之後咧，原來中間嗰個科學原理咧，全部都好似大家都做咗偵探，拆解咗。係冇錯。而最後咧，其實都係話俾大家聽，好多天然嘅物質咧喺坊間你都會揾到，但係你揾到嘅時候咧，可能你嘅攝取量啦，甚至乎咧你吸收咧係未能夠做到一個有效嘅量啊。所以變咗咧，未必可以幫到自己。但係透過新嘅技術，加埋一啲適合嘅天然產品咧，可能會比你食藥咧係更加好嘅。介紹下直播室入邊嘅嘉賓先啊！今日咧就有嚟自咧前醫院管理局嘅精神專科護士何慧玲博士喺度㗎。何博士你好。Hello， 大家好。當然繼續有我嘅拍檔啦，時尚生科嘅創辦人 Alan Ho 何少麟啊。你好。Hello， 大家好，大家好。上翻嚟 MBO TV 或者咧就係原來生活好快樂嘅 Facebook 專頁咧，都可以睇到今日呢一條聲畫同步嘅直播。俾多個 number 大家96750089 96750089。時尚生科同埋佢哋嘅團隊咧都好樂意咧為大家解答咧相關嘅問題。如果你有情緒嘅問題，或者希望可以解決，成日覺得好大壓力，成日都瞓唔着，會唔會有一啲天然嘅方法可以解決到嘅話呢？你都可以咧就打電話或者 WhatsApp 嚟呢個 number。不過提提大家，如果嚴重嘅朋友呢，或者你係需要攞到一個正式嘅醫學上邊嘅一啲建議嘅話呢，都係要睇翻呢醫生呢先至係可靠啊！吓，好啦 ，Alan， 其實咧講緊咧壓力大呢，我就好彩，我其實自己壓力大都好啦，我就會揾到地方去釋放嘅，同埋我識你噶嘛，咁如果有陣時我揾唔到地方釋放，一係打個電話鬧下你，一係咧我就揾你攞一啲咧新嘅技術去試下。係冇錯。有啲朋友咧壓力一大咧，身體就有其他毛病出嚟，最成日聽到嘅咧就係濕疹啦。喂，其實濕疹咧，我相信當你壓力細咗嘅時候，當然就有一個間接嘅影響，就係一個好嘅影響，會少咗出現啦。冇錯。但係啲濕疹永遠都喺你最尷尬嘅時候咧，佢就自己跳出嚟。冇錯。而且咧，你隻手咧，左手捉右手好，右手捉左手好，都係捉唔住，都係要拗嘅。係。其實呢一樣嘢，我知道你都有啲新嘅技術喎，係咪啊？係冇錯。咁啊，其實頭先我都有所講啦，咁樣真係我好開心地又係同樣香港科技大學嘅，咁同樣佢哋嘅博士科學家嘅團隊咧，亦都研究咗一個新嘅技術，咁一個叫標靶追蹤嘅技術，去針對呢個皮炎同埋濕疹嘅。係，咁好多聽眾一聽。
標靶，好似 cancer 喎，好似腫瘤治療喎。根本係嗰啲技術嚟㗎。係嗱係，因為支標靶係一個叫追蹤源頭。咁啊，其實咧，正如話齋，如果 cancer 咪癌細胞咯。但係原來濕疹嚟講咧，大家要記住。濕疹嘅一個元兇，記住呢個名字叫 IL-17嘅一個嘅過敏因子，係喺深層喺皮膚好深層嘅位置，係喺肉嘅肌肉嗰啲位置咁近㗎啦，已經係。咁而呢種咧位置就好尷尬啦，因為大家知道好多人淨係冇濕疹嘅朋友咧，會發覺就係話濕疹痕啫嘛，咪好似蚊爛咁樣喺表面咪拗下咪得咯，係嘛咁樣係唔得㗎，因為據我好多身邊有濕疹嘅朋友同我講一樣嘢就係話，你知唔知咧？係我拗到自己皮損咗，拗到入肉見血都止唔到痕，呢個就係最恐怖嘅地方，因為原因佢好深層。第二仲有嘅就係話，真正濕疹咧，我見到嗱，哇皮膚爛晒啊，手腳呢啲位啊，頸呢啲位，逢親有折位嘅地方啦，或者出汗嘅地方啦。其實爛，你記住，濕疹係唔會令到你爛皮膚，爛皮膚係因為你拗到損晒，越拗越深，最慘就係指甲有細菌，最可怕就係空氣有細菌，令到佢咩啊？因為已經破損咗嗰個叫表皮嗰真皮層，係我哋屏障已經冇咗，所以感染、發炎、流水、流膿、流血，咁所以咧依個技術我好欣賞嘅，就係一樣嘅，就係能夠追蹤到源頭，係將你可以形容一句説話，依個喺個手上依個叫過敏因子，佢 block 咗，中斷咗所有痕癢信號，令到佢唔會覺得痕癢，幾快知唔知啊？我啲客人啊同我講，快則最快到10秒鐘，呢一個咧係香港亦都係科大出嚟嘅研究嘅團隊咧，佢哋出嚟嘅一個嘅資料。好啦，咁就呢一方面咧，可唔可以何博士咧，你同大家聽眾分享一下，你對於呢一個嘅濕疹嘅呢個技術啦，我最新嘅技術有咩睇法？同埋好似你都有唔少見證喎。係啊，咁呢個標靶技術咧係非常之好嘅，我從來都冇聽過。咁我接觸到之後咧，咁亦都咁啱咧，我屋企人咧就有呢個 case 嘅，咁佢咧就應該係個零月之前啦，佢就拗到咧係損晒，拗到真係我從來未見過佢咁損嘅，以往都係好少噶嘛，但係佢可能若嗰次去旅行咧，唔知係咪有啲感染咗啦，咁佢就拗到成個背脊都有。哇！同埋呢邊即係男士咧腰側邊咧嗰啲皮帶嘅地方都有，咁我就立即同佢查啦。咁同佢查之中係早晚都查，但係咪即其實好快嘅，唔係幾日，唔係半樽。其實佢漸漸一日到就已經係降低，咁亦都係咧就冇咁痕。咁佢咪唔拗咯？咁我話嗱，你唔好拗，你聽我講，我每日同佢查。朝早查，夜晚又查，咁佢好快乾。就係而家鏡頭前邊啊，我咧又同阿 Alan 兩個合作咧，影緊呢一個嘅新技術俾大家睇下。上翻嚟原來生活好快樂嘅 Facebook 專頁或者 MBO TV 都可以睇到咧呢一支嘅新技術啦。咁啊變咗，即係其實以前有冇同樣嘅情況出現過？以前有，但係冇咁犀利嘅。可能嗰次去咗旅行咧，唔知係食咗啲咩嘢啦，有你知有海鮮有剩噶嘛，又有好開心咁食好多嘢，咁就開始大快啲啦。但係以前嘅濕疹咧，譬如話處理上邊咧，係咪都冇咁快？以前咧我就佢就用一啲買一啲膏咧，即係坊間藥性嘅，咁搽咗好似又好少少，但係好快又有喎，咁。我就叫佢而家唔使搽啦，淨係搽呢隻得噶啦，咁咯。始終係一個新嘅技術，同埋搽嘅時候咧，我覺得有陣時你搽一啲類固醇啊，或者同類固醇相關嘅藥膏咧，我成日聽人講啊，皮膚會越搽越薄。係啊，冇錯，係啊。但係你話全天然嘅，個心理上好似舒服啲咯。其實嗱，第一樣嘢好緊要嘅，頭先阿 Alfred 你講得好啱嘅就係咧，我哋呢一個技術啦，佢講到明不含任何類固醇。100%保證全天然。咁大家知道其實好多大家啲醫學界朋友知道，其實類固醇咧已經喺過去一段好長日子咧係專家都警告唔可以亂用。如果唔係會即係個效果會越嚟越差。再加上本身類固醇都係歸類為毒藥類，越用咧就係越有問題嘅。唔係嚇大家嘅，其實你買一支軟膏翻去之後咧，即係類固醇嗰啲舊式嘅軟膏咧，其實你反轉
段個底咧，佢就會寫住毒藥 poison 毒藥兩個字嘅。冇錯嗱咁講翻啦，我好多朋友話，咁我呢一個技術究竟用咗乜嘢嘅組合咧？都係全植物嘅。咁當中包括咧，我哋有好正嘅牛油果精華。因為頭先我所講啊嘛，你勾選晒嘅時候，你要建立翻個屏障噶嘛。咁阻截咗空氣當中嘅細菌去入侵嘅。咁牛油果精華就非常之正啦，呢度。第二嚟講就半支蓮，半支蓮呢一個嘅精華咧係能夠有效令到我哋穩定裏邊嗰個炎症、消炎方面係非常好噶。OK， 咁第三嚟講咧，我哋另外仲有一個非常之特別嘅，咁咧呢一個咧係我哋叫嗰啲叫甘油堅果類嘅一啲嘅物質，都係天然嘢嚟嘅。係啊，堅果係我哋講嘅係全部都係天然嘅萃取物質啦，仲有苦醬，大家知道都係植物嚟嘅。咁能夠第一樣嘢快速喺10秒鐘啦，呢個係大學佢嘅科研嗰個嘅科學家技術嘅科研究報告出嚟嘅，10秒自行。而我啲客人同埋我啲病人都好咧，翻嚟都講話，哇係爽嘅，仲有一樣係唔立。將要唔立，第三佢係唔會有任何一啲藥膏嗰啲味道係冇㗎。第四一樣嘢好特別嘅就係咩？連貓狗都用得㗎噃。嗱呢個特別啦，我哋有唔少一啲嘅痕都可以，佢一拗你都可以做。因為貓貓狗狗都會有濕疹啦，都係嗰個信號，係啦，都係信號。佢搽完之後咧，佢就止痕之餘咧，第二你知貓貓狗好中意舐㗎嘛，係咪先啊嘛？佢會將一個食品級嘅一個產品，即係佢講食品級嘅技術，能夠佢搽完之後，就算舐咗啲動物入咗肚，都唔會有害。頭先聽到，因為個裏邊嘅技術同埋裏邊嘅組合都係全植物，所以呢一個亦都得到咁多嘅醫學界、醫護界嘅朋友垂青，俾大家知道啊！有機會你會遇到一啲嘅皮膚科專科嘅門診或者醫生都用緊我哋呢一個嘅技術嘅。係，所以咧，其實大家咧都可以考慮下，如果你有長久嘅濕疹問題嘅話咧，呢個時間打去96750089咧都可以諮詢下，究竟有冇其他唔同嘅天然方法咧可以幫到你。當然啦，如果你咧已經咧係有一啲嚴重嘅問題，或者希望有一個正統嘅醫學建議咧，都係要睇翻醫生。今日咧再一次多謝 Alan， 亦都再一次多謝何博士啊！下星期同樣時間再見，多謝。記住原來生活好快樂。FM 99.7真誠資訊台。